台北市府发文予新工人寿，5万因提出下移解约的条件。副市长李树昌讲，回答原则上愿意承担补偿。墨西哥中南部外州顶礼拜闪大雨，溪水带人水望山，上无有48人罹难，60人失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从头起先来看美国的参议院，初九是通过2026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强烈建议讲，美国国防部长就要邀请台湾海军参与环太军演，和台湾共同研发生产无人机。这就要台参将两伊协商，送交总统签署了后才有生效。咱的外交部是强调讲，会继续关注进展。美国海军组织2年1摆环太平洋军演，2026年会再举行，近期台湾不受到邀请，明年无得较有机会参加。美国参议院初九通过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强烈建议美国国防部长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台湾的海军参与环太军演，也有共同研发生产无人机，也拿军事援助台湾11亿美金的条款是保留。外交部将持续关注法案后续进展，并与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维持密切沟通，共同深化台美伙伴关系。美国参议院版本也要求国防部长办公室简化加速对外军售，也若9月通过美国众议院版本，相关要提出简化国防采购流程的计划，要求甲台湾建立战略国防科技伙伴的关系，同意继续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并且调升到10亿美金。不过对着参众两院版本无同，会来协商，对各自版本删减妥协，而且重新表决通过了后，结果送交总统川普来签署生效。可能也是要国际上的奥运的，我们讲搭上线啊，或者是真正去认识更多不同国家的军队训练状况。我觉得对我们的军方来讲，其实是有很好的注意的。专家认为，甲2025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甲台美军事创伤医护计划等。明年台湾有希望参与环太军演，各国应该赶紧做好准备，像甲其他国家军队的外机沟通、机关协调能力等，才法度借由甲多国共同军演的时机，提升这个协战量能，加强合作强军。记者综合报道。提咱台湾的护照会当自动通关的国家又搁加一国。纽西兰是宣布讲，开放台湾的旅客出入境使用自动通关系统 eGate。提醒这旅客若要去纽西兰进前，要先申请电子签证。坐飞机24点钟进前，去网络填电子入境卡，就会当快速通关。进前，咱驻纽西兰代表处国庆酒会代表欧江安甲11个纽西兰国会议员贵宾做伙唱茉莉歌曲，展现两国友好情谊。欧江安嘛提起两国签署 FTA 以来双边贸易逐年成长，2024年达到25亿纽币，而且台湾已经是纽西兰产品第9大出口市场。But most importantly, tonight we celebrat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Taiwan. 即摆两国伫观光联合完后新进展，纽西兰政府13宣布开放台湾旅客出入境的时阵，会当使用自动查验通关系统 eGate。这是伫美国、韩国、澳洲、意大利、德国、新加坡加马来西亚了后，第8个提供台湾自动通关台语的国家。这也是台湾跟纽西兰关系友好的表征。我们相信开放以后，两国人民的往来会更便利，各领域的合作也会更密切。根据观光署的统计，今年1月至7月有1.9万的台湾人去纽西兰，1.2万的纽西兰来台湾。2024甲2023年互相访问的人数差不多有4万至5万人。外交部提醒，咱国旅客去纽西兰爱先申请电子签证，坐飞机进前24点钟内上网络下好，9月的时阵就当快速通关。就是比较方便嘛，而且会觉得他们比较认同我们吧。不一定因为自动通关而去，但是能这样当然是最好。入境那种感觉。就很熟悉的感觉，这个国家很亲切的感觉。未来政府也将持续推动与其他国家互惠使用自动通关，使国人出国更便利、有尊严。内政部移民署讲，以平等互惠的原则，咱方原来当地研究开放纽西兰晶片护照持有者入境咱国机场的时阵，会当享有eGate台语，一定伫今年11月底至12月实施。记者采访报道。回答台湾总部上准北树科 T17、18土地，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证实，已经发文予新工人寿，5万因会当提出下移解约条件甲金额。
副市长李树川嘛讲，这回答私底下受表示，若是停拍契约爱补偿新工人收，原则上因愿意承担。我们亮董的这一个这么地位这么高的状况，现在也是工商的理事长，尽快的来做协调，那原则上应该会有好的成果。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公开来呼吁台新新光金矿董事长吴东亮回答台湾总部进驻北市区 T17、T18，因为地上款问题起条例。台北市13正式发文成功领收，希望新修特别影响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提出合意解约的条件。这个还他30几亿，那原则上算一算，大概5亿到8亿啊。5亿到8亿，对。好，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开出来的，应该就是解约的这个，应该就是5亿到8亿，对不对？初步是这种样子。合意的解约金偌济才合理？有民进党议员讲，敢若会同意40亿，超过部分是毋是有回答斗3天？对此，李树川讲，回答私底下有讲，若订定契约有包含这个补偿薪收，原则上因愿意来解决承收。当然，目前我们今天也已经发文给新售，那希望新售接下来可以提出具体合意解约的条件跟具体的金额。对于能跟星光人寿尽快达成协议，而且议会也接受，你有没有信心？我有信心。我们希望能够在，比如说10月24号，也就是辉一达给我们正式信函，他正在请我们找其他适合土地以前，我们能够就他首选 T11、18能够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外界关心未来是毋是直接甲金矿董事长吴东亮接触？蒋万安讲，市府接触的一直拢是新收，依照合约规定一直是安尼，也强调市府也一直甲回答保持联络。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大阪关西世界博览会今仔日闭幕，这回世博会是带动日本2兆日票的经济效益。不过，其实刚开始的时阵也未开幕进前，门票其实卖了无介好。初期一天是无到5万人参观，是靠这宣传，也有参观过的人感觉袂歹。落尾竟然是有2500万人次去过。而且打开时阵，大家咧嫌卖这只吉祥物卖，后来嘛真受欢迎。袂少人是因为讲伊卖啊水，伊的相关产品竟然是赚163亿个台票。虽然讲日本是赚真济，不过伊嘛是开档本咧办这回世博会，去好的场馆若是拍远去，实在是真拍算。所以讲一栋标志性的建筑物大屋群是会留10%落来改做公园，其他是拆去在区做定建的建材。另外一间下档本区的便所，嘛刷去长野动物园继续利用，大概是有2成场馆未来拢会当继续运用。美国总统川普顶一日是宣布讲，要甲中国商品加扣100%的关税，这是刺激美中的贸易战更较严重。不过，川普伫咧网络看的新文章，对中国的口气明显是有较落冷。而到这习近平是受人尊敬的领导人，强调讲美国毋是要甲中国伤害，是要甲因斗相共。咱那这媒体是认为讲，因为月底因2个都要见面啊，所以讲川普就爱互局势莫遐尼刺激呀。到底外界关心双方是毋是会伫亚太经合会场边见面的时阵，美国总统川普提出所少佫一摆发文讲，免烦恼中国，一切拢会好起来。伫一空军1号去以色列中途，川普受访时讲到美中贸易战，语气明显转好，伊强调关税互美国佫一摆好赢，佫讲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真好。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ine with China. Look,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He's a very tough man. He's a very smart man. He's a great leader for their country. He's a great leader. And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him. 中国商务部透过用词发表回应，指控美方是不是相定标准，强调对稀土出口实限是因为军事用途管控甲国家安全考虑，佮保证符合规定的民用出口依然会核准。中国目前整合全球9成稀土精炼甲自材料的产能，任何出口限制拢能牵动全球供应链。美国媒体分析，这场稀土之战可能互顶半年大达成的贸易停火佫一摆破裂。China says it won't back down in the face of the latest tariff threat from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 Commerce Ministry statement said that while China doesn't want a tariff war, it isn't afraid of one.
美中平场各成员也后月底伫南韩国兴亚太经合会串涉刑事起面，各受注目。川普强调，11月初的关税有关的计划当中，不过也讲11月初对来讲也阁真久，避开都是为保留谈判的空间。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现代真侪高科技的电子产品，拢爱用到稀土，所以讲国内有真侪稀土的中国，就把这稀土当作因外交谈判的课题啊。除了中国国内，因中国企业嘛走去缅甸挖稀土，不过因为缅甸是无法令咧管，当地河川就受到真严重的污染，甚至这淡金属嘛流到对泰国去。卡接拍写停止约塞河流。泰国清迈洪泰校大学的教授苏沙坤，自去年开始关注台北过河的水质状况，因为来自缅甸瓜邦的污染，和台边边境小镇米街居民的生活受到冲击。Last year there was a very huge flood, and the concern of the farmers in this area is about that there is arsenic or cadmium or mercury in the soil that they are using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 not. This is a very concern of the local people here. 位于缅甸瓜邦的大型稀土处理地点，对900包准备运去中国的稀土。稀土是重要的国际战略物资。伫2023年以前，瓜邦的稀土矿场数量无偌济，也毋过够大。遍布伫瓜邦甲丹邦的稀土场数量提升到要40多个，其中2个就位伫米街小镇以北的缅甸境内。记者背后这条河流郭河再往北10公里就是缅甸佤邦的所在地，而佤邦在近期因为大量开采稀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这些有毒重金属物质沿着河流流过了泰缅边境，进入边境小镇美爱，严重的影响了当地的人们的生活以及环境。ปีที่แล้วก็มีคนลงเล่นน้ำได้อยู่แต่ปีนี้มาเหมือนแบบกาแฟเลยคาปูชิโน่เลยครับพี่คือไม่กล้าลงเล่นน้ำครับน้ำที่ในแม่น้ำก่อนเห็นกระแสมาอย่างนี้ไม่กล้าจับปลากินเลยครับ环北柑仔各种农作物沿过河前，米街小镇的居民世代拢是挖靠过河的水生活。即马这条生命之泉刷红严重污染。It used to be th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or the tourists. So that's why there are many guest house or small hotel around here, or even the restaurant like this, like around close to the river. Yeah. 河边的建筑物也因为去年的土石流放弃，未少旅馆拢停止营业。It seems the mercury in the fish is like the cigarette. Right? You smoke one cigarette, you will not die. But the problem is you accumulate, right? Every day, little by little, and in one day you will be sick. Who knows, right? What about young people? What about the elder people? Right? 苏沙坤教授甲伊的研究团队伫污染事件发生了后，定期访问美街，因希望将相关数据记录落来，交予泰国政府、督促政府甲邻国交涉，海互美街小镇过去迄种平静的生活。公司国际记者杨志强泰边边界报道。墨西哥中南部外州顶礼拜是落大雨，溪水串流水房山，上无是有48人罹难，还佫有几10人失踪，甚至还佫有16000栋厝害去，32万人无电通用。厝外的道路正做串流的河川，部分挖进山坡的地区，更较互土石流掩埋。这是墨西哥中南部的小城市花府亲南哥，居民被迫伫停电的状况之下，拍拼程度出来厝外落寒梅，有人也会面对亲人失踪甚至死亡的不幸。El jueves en la noche. Como las 9:30 por ahí es pasado lo que pasó. 立即军方、波利斯拉甲热带风暴雷蒙为10月初开始，连续侵袭墨西哥西部的太平洋沿岸，加上当地2005年的雨量比起往年异常的悬，大风大雨带来的大水甲土石流灾害，一路一直到墨西哥中南部各地，4月拢会当看到这款路灯桥帮车条伫足迹中袂顶袂当经常，面对残破的家园，民众除了感伤也充满无奈。Sí, y pues le afectó bastante, pues todo se perdió. Pues tenía comedores, tenía muebles, camas y todo.
墨西哥总统克拉蒂亚宣布姆下令出动军队协助灾民撤离到安全的地区，佮帮忙分散救灾物资。外电引用的官方统计显示，除了人员伤亡，甲失踪至少有16000栋厝毁损，同时电力系统也受到影响，大约32万人面临停电的困境。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加强力头掠非法移民，威胁讲是要派国民兵进驻波特兰来维持秩序。这波特兰的市民除了伫咧移民机构外口示威，礼拜佫开一场烫马蹄、骑天马活动，甲政府呛声。这人伫40度的湿冷天气之下，准备要骑车出发，不少人其实先甲衫脱起来，因为这是波特兰第一位无穿衫骑脚踏车。这是2004年正这年度传统，在里属紧急加强，为着向川普来呛声。I'm here. I've never done the naked bike ride, but I'm here because I feel like if I'm ever going to do it, this would be the reason to do it. And because I think it is a cheerful, joyful way of protest. 联邦政府大规模清除非法移民，引起全美真侪所在不满。伊用以特别的自由风气出名的波特兰，连续几天招团向执法单位抗议，然后川普真生气，威胁要派国民兵进驻维安，也催生这场上波特兰式的示威。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has any business invading our city with military, and I don't like people being scooped up. I've got friends and family that live here, and it's a safe town. They're not needed, and we like it. 这是无穿衫骑脚踏车，不过爱无穿衫到什么程度，其实也无严格规定。有人上款是烫甲光光，有人规气来变装，反正是家己的意自在，这就是上悬的指导原则。This is a very small sacrifice compared to like immigrants are dealing with right now. Yeah. 当局除了加派几10名警力驻守移民执法单位。厝顶顶面严格守备，甲游行队伍欢喜骑车情形是完全拢无同。奥勒冈州民主党籍州长支持川普时，大家用牛刀欢呼这个和平示威。虽然早前有联邦法官裁定禁止川普派兵，不过上诉法庭是毋是会变盘，大家拢等伫看。公视新闻林义祖编译。来看印尼的日惹省是保存完整的凤宫甲大清真寺，当地家家户户的妇女佫会晓蜡染这款工艺，这款技术是已经获联合国列作无形文化资产。咱做来看。几百年来，那年已经成做当地家家户户一定爱有的传统。这几年来，这项传统产业的振兴，互不少当地妇人有2摆就业的机会。2009年，这项传统工艺佫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无形文化遗产。Batik ini sudah menjadi darah kami. Istilahnya sudah mengalir di jiwa raga kami itu di batik. 对当地人来讲，那年毋但是一项技艺，也传达全华人的贴合思想甲宇宙观。日惹除了是那年出名员工是印尼华文化中心，规都市的规模基本上是由清真寺、凤宫、广场甲传统市场4大元素来组成。Jadi saya kira Yogyakarta ini adalah sebuah kota yang merupakan miniatur Indonesia.Mungkin orang akan paham kenapa kok misalnya harapan hidup di Jogja itu paling tinggi di Indonesia. Karena orangnya santai, tidak lekas marah, itu ya. 人来来去去的大清真寺，员工是日惹的代表，风格特别的建筑，用大量柚木，这是当地知识中心，常常办理各种的讲座，也有苏丹王国的皇宫。过去这是皇家大的所在。啊，不过现今的苏丹特色大方开放部分的所在，互民众入来参观，都是希望互少年人有机会接触凤宫文化，也互环境保存那年宫廷舞蹈、专业戏顶传统艺术的日热，都亲像一个活灵灵的博物馆。记者综合报道。肯亚奈罗比国家公园是非洲看野生动物真出名的景点，不过因为离人家厝真近，是常常传出犀港攻击，甚至是假死人的事件。另外，伫咧日本最近嘛传出几两件野熊攻击人的案件，咱人类是要怎甲野生动物和平共存，是真大挑战。Oh hi. They have very big heads.
坐伫车内看到野兽对窗仔门边行过，正清楚也正刺激。伫肯亚奈罗比国家公园会当正活看野生动物，而且也正近，就伫首都圈甲主题区中只干一个简单的栅栏。If you have a vet to dart it and get it out。这个记者一开始就想要甲野生动物做厝边，就住伫咧公园的南边。不过这大人愈来愈多了，就定了发现野生动物走入去主题区。The lion was there. We tried to chase him. We killed a silver calf and a big eagle. 西唔那是走入去明体攻击挺拔，加心跳加走。今年初还有一个14岁查某囡仔，何西加死，而且可能唔那伊一个。Mugu, yenye iko na kabut. Nikaacha tena mguu, nikaendea simu, nikashika simu hivi, simba ikaamuka, akaniambia. 会伤害人的唔那是西，一个水牛。Buffalo dangerous for people walking along the way here. Very dangerous compared to the lions. 伤害人的动物到尾啊，可能家己命也保袂牢。为了要保护双方的安全，肯亚当局暗算要起一条特殊通道，让动物去保育区找食的，莫讲走来人类的社区。因啊，伫咧日本也拄着安怎甲野生动物和平共存。ちょっとこの辺掴まれまして、私の方がもう払い抜けたら。店内の方にまたどっか行っちゃったって感じですね。群马县这间超市伫咧初七暗走来一只140公分长的大乌熊，已经伫咧停车场攻击69岁人客，过走入去超市内面，甲一个76岁阿公了着伤。超市内互伊母甲乱糟糟，又搁看到伊的脚印，伊说10分钟了离开。警方即马加派人来保护囡仔上下课。好奇喎！伫咧同一天，日本北部秋田县有农民互熊攻击受伤。日本最近第条熊出现的消息，估计全国39个人受伤，创共个新源。专家讲，今年秋天北海道到本州西平，熊正爱食的山毛榉坚果季节结了少，而且母熊一个会甲熊仔囝去城内找食的，所以日本熊的危机短期内恐惊正歹解决。公司新闻温芳仪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